全新未住系列嗱，最新一期咧講花城。之前咧一手買嘅時候咧就係低總價啦、小面積啦、高實用咧，好多客戶咧都好中意。全個項目今次第一間4房放盤，馬上去睇下。等等，全新一期咧，全新未住系列。今次呢間咧係講花城啊，第一間88方小4房嘅放盤，亦都係全新未住啦。嗱，呢個榮當時好犀利啊，因為咧好多客戶都睇到呢個門口呢個房咧，即係呢個飄窗，利用個拍米咧做多個臥室啦、多功能房咧，就係解決咗當時咧80幾方做4房嘅需求，所以好多客戶咧睇完都好冧。而且呢個榮咧，我一手嘅時候咧都當然有拍過啦。呢個廚房當時仲講過嗱 U 字型廚房啊，洗住都咁爽。呢啲咧嗱洗碗機啊、消毒櫃啊，當時都係交標。咁冰箱位咧仲竟然預留咗可以放埋喺廚房添。所以咧上率嚟講咧，當時真係拉滿嘅。而且咧佢呢個開間嗱，見到成個大廳啦，出翻陽台咧亦都好夠深。呢邊咧因為係高層啊，呢個單位咁西南向咧，所以光線都非常好。嗱，前面嗰棟咧就係呢邊好多網紅啦都會租嘅呢一城廣場，佢下邊咧就係10號線嘅花圍站啦。咁我呢度步行過去咧，其實大概咧都係400米度，咁我諗10分鐘啦，你就應該肯定行得到過去，而且已經通咗車，所以出行咧亦都係好方便嘅。嗱，講翻呢邊啦，入翻嚟呢個位置咧，咁啊即係動靜分區啦，2個廁所加3個房喺晒呢邊啦。咁嗱，呢個中和咧，其實咧就俾老人家啦放米盤床都冇問題嘅。嗱，睇到個細房嗱，因為而家咧都係中午時分啦，嗱啲陽光入屋係好光猛嘅。嗱，另外呢邊咧就係主人套位啦，88方竟然咧做到咧4個房，仲要帶主人套位，所以咧上率咧當時都有好多客戶咧睇中一點之一，而且當時預算咧亦都係比較實惠，因為咧一手買翻嚟我記得應該係300幾，嗱而家就真係抵啦。2到尾就有交易啦，嗱啱嘅朋友亦都想要全新未住4房，就快啲嚟睇下啦。